係弟兄姊妹平安創世記研讀嘅44講，咁咧就我哋去到咧係20章噶啦嚇，咁咧就20章咧係主要咧係記載咧係亞伯拉罕啦喺基拉耳又因為害怕咧就再一次咧係犯罪喎，係稱咧係自己嘅妻子撒拉咧係做妹妹喎。咁永遠都學唔到教訓嘅，同埋咧係呢一章咧，亦都咧係講到咧係上帝咧係又保守咧係撒拉就唔出事嚇，咁即係介入咗咧係亞比米勒咧嘅事件啦，因為亞比米勒咧要搶咧係撒拉做妻子噶嘛。20章嘅核心嘅主題係乜嘢咧？係人嘅軟弱啦，即係亞伯拉罕真係軟弱㗎嚇，又講到神嘅保守啦，同埋咧係上帝係信實守約嘅，即係話咧係叫咧係亞伯拉罕有一個嘅純正嘅後裔咧就純正㗎啦，真係嚇。如果咧撒拉咧係俾人咧係沾污咗嘅時候咧，咁呢個嘅應許咧就實現唔到啦嚇。OK 嗱，咁我哋見到咧係頭嗰18節咧講到咧係喂撒拉咧係又遇到危險啦，即係咧亞伯拉罕又一錯再錯啦，佢咧係冇咧係去記住咧係上一次冇幾耐啫嘛，喺埃及咧你已經係講大話啦，你唔誠實咧係講嘢咧就認咧係個妻子做個妹咧，咁咧就出事啦係乜？你都冇學教訓嘅即係20年之後，喂同樣因為害怕而講大話。即係我哋話，喂屬靈偉人，好似亞伯拉罕一樣都有好多嘅軟弱㗎，真係㗎，人係有軟弱㗎嚇，所以我哋係要咩？永遠係要咧係日日咧係要靠著聖靈，要靠著上帝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好容易咧係軟弱跌倒㗎嚇。OK 嗱，咁第一、第二節咧就講到咧係亞伯拉罕從那裏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底斯和書珥中間的基拉耳。亞伯拉罕稱他的妻撒拉為妹子基拉耳和亞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出事啦係咪我哋見到咧亞伯拉罕咧係做咗3件事情第一件咧佢就由咧係萬利嗰度啦就搬遷去到南地。我哋話點解亞伯拉罕你又要搬屋嗱，因為咧好可能咧係佢唔想住喺咧係鄰近咧嗰個被上帝毀滅嘅所多瑪城啊嘛，同埋其他咧嘅城市啊嘛，咁都係咧係搬一搬好啲咁亦都好可能咧係為咗生活啦，為咗職業嘅需要啦，就因為可能咧係原居地咧唔夠草咧係餵養家畜遊牧民族咧係得閒搬下屋揾多啲嘅草原水源咧係正常㗎嚇。亦都好可能咧當時萬利咧係發生旱災冇水啊嘛，咪揾水源咯，迫使佢哋南下揾咧係有水有草嘅地方。又可能咧因為黑人侵入咧萬利同埋咧希伯倫一帶，亞伯拉罕咧就喺萬利住咗咧係大約20年啦。咁所以咧遊牧民族咧係搬屋企咧就唔係唔合理嘅嚇，係非常合理嘅嚇。但係作者咧係故意唔提嘅咧，係亞伯拉罕今次搬屋嘅原因咧，可能暗示係咩？係今次咧亞伯拉罕你認妻做妹比起上次喺埃及咧係更加唔應該更加係犯錯得好大咁向南地遷去咧係南地係咩？靠近咧係埃及噶嘛。即係換句話講咧，係逐漸靠近埃及地嚇，所以聖經係提到咧係好多時候咧就逢親係去親埃及咧都冇好嘢發生嘅嚇。OK 嗱，咁第二件事咧亞伯拉罕做咧就佢定居喺加底斯同埋書珥中間。之後咧佢同屋企人咧就前往咧係基拉耳，好可能係咩？或者做生意啦，買嗰啲咧係所需要嘅物品啦，同埋咧係或者係去畜牧啦。因為咧係嗰笪嘅地方咧有咧係肥沃嘅草場啊嘛，所以咧係作者用咗咧係寄居啦，佢去嗰度咧係寄居一陣嘅啫，買下嘢去餵下牛餵下羊咁就翻嚟嘅啦，寄居啫咁樣。嗱基拉耳係位於邊度咧？埃及同埋迦南地之間第三件事去做咧，亞伯拉罕做咧就係將妻子咧就當做妹子呢樣咧係最差勁嘅嚇。佢
聖經咧係冇提到咧係好似咧係20年前喺埃及咧嗰一次亞伯拉罕咧讚揚撒拉美麗喎，今次冇讚咧就話咧係喂上一次講噶嘛，喂撒拉你咁靚，我真係驚咧人咧因為你靚咧係搶你做老婆咧就因此而殺我啦咁啊，所以咧就你認我做認係我妹妹得㗎啦，今次就冇話咧係因為咧係撒拉靚喎，係咪啊？OK，或者咧係咩啊？或者係因為咧係撒拉已經係咩啊90歲啦，仲靚乜鬼啊？係咪啊？咁所以咧係自然咧係點啊？唔及得啦喺埃及嘅時候嗰時係咩60歲，咁仲可以係好靚係咪啊？嚇咁嗱咁亞比米勒咧又出現嚇，咁係乜人啊？咁20年之後又整個亞比米勒嗱，其實咧亞比米勒係當時咧係好流行嘅一個嘅名詞啊！喺呢度咧係更加係咩君王嘅稱號就好似咧係法老凱撒沙皇等等咧，都係一個嘅君王嘅稱號啊！咁啊，所以咧係咁 common， 成日都見到咧係亞比米勒就咁意思啊，係一個王咁嘅意思。嗱，點解咧係亞比米勒咧係要將咧係撒拉娶去咧？咁啊90歲啦，咁真係靚得咁緊要係咪啊 ？OK， 其實唔係，其實咧作者係喺呢度暗示乜嘢咧？撒拉雖然咧係已經係步入咧係老年啦，金色年華嚇但係咧係即係話佢咧係嗰個身體咧仍然好健康，仍然係咩光彩照人嚇。咁連基拉爾國君咧都可以咧係被迷倒啦咁其實咧係表達乜嘢咧？就話因為我哋成日都懷疑緊，佢自己都懷疑緊噶嘛。喂90歲仲可唔可以生仔啊？咁荒謬，所以咧撒拉就暗笑啊嘛。但而家係作者就話：喂唔係啊，你根本咧你嘅身體狀況同年齡咧根本就唔吻合嘅，所以咧你係有機會咧係懷孕生子㗎咁嘅意思啫。嗱咁亞比米勒咧就娶了咧係撒拉啦亦可能咧係為咗咩啊？目的係為咗咩啊？同亞伯拉罕結盟啊嘛因為咧係亞伯拉罕咧當時咧真係咧係嗰啲嘅財富咧越嚟越多㗎真係富甲一方係嘛同埋咁有錢就有呢個勢力啦。咁佢嗰啲家丁淨係之前咧咁多年前咧到318個家丁都可以打敗呢個嘅四王係咪啊？而家可能好多家丁都唔頂㗎嘛哇財雄勢大係嘛？咁所以咧亞比米勒心諗喂同佢結盟嘅時候咧真係有着數喎，好多利益喎係咪啊？經濟方面咧係更加咧係特別咧係得到利益㗎喎咁呢個其實咧當時嘅人係咁樣做嘢㗎為咗咧係利益咧就咧係去結盟㗎咁為咗利益咧就會點迎娶對方嘅女兒啦結成姻親啦叫關係咧係更加密切啦所以咧點解咧係所羅門王咧為咗做生意咧就同好多嘅國家咧就做呢個嘅聯婚啦所以咧佢有妃嬪700個，全部都係公主，就係咁嘅原因啦因為咧係經濟嘅原因嗱。亞伯拉罕咧嗰時係冇女兒噶嘛，咁所以咧亞比米勒咧就娶佢個妹撒拉，咁就順理成章啦。大家咧係結盟咁大家咧係互惠係嘛，互利互惠咁樣OK， 經濟嘅目的跟住咧就上帝就干預啦，因為咧係同嗰個嘅救恩應許有關噶嘛，咁走去咧同亞比米勒咧就對話啦。第3節，但夜間神來在夢中對亞比米勒說：你是個死人因為你娶了那女人來她原是別人的妻子，就責備呢個嘅亞比米勒，你做乜鬼即係竟然間夠膽咧係搶咗呢個嘅撒拉咁樣係嘛？嗱上帝一定係要點保護佢嗰個嘅救恩計劃唔會受影響啊嘛，所以咧係夜晚夢中咧嚟到係鬧呢個嘅亞比米勒但係好彩係嘛？第4節話亞比米勒咧係卻還沒有親近撒拉佢就講啦，主連有義的國你也要毀滅嗎？那人豈不是自己對我說他是我的妹子嗎？就是女人也自己說他是我的哥哥我做這事是守正心潔的。上帝冤枉係咪我係有義㗎，我係公義㗎，我哋冇做錯事㗎，係佢哋我啫嘛，關我咩事啫係咪？咁第6節就係神在夢中對他說：我知道你做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攔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
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我知道你係心裏面正直嘅，所以我咪出手咯，保護你咯。如果你犯咗罪嘅時候，你就弊啦，咁係咪啊 ？OK 現在你把這人的妻子歸還他，因為他是先知，他要為你禱告，使你存活。你若不歸還他，你當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好嚴厲㗎，你真係搞親上帝嘅救恩計劃，梗係不得了啦，對唔對啊？OK 嗱，咁跟住咧就亞比米勒咧就走去揾亞伯拉罕啦，就傾偈啦，談話啦，係咪啊？得了咁啊！上帝夜晚夢中顯現喎，嚇死我係嘛？咁第8節，亞比米勒清早起來。即係瞓唔着覺清早就起嚟，召了眾臣僕來，將這些事都説給他們聽，他們都甚懼怕。亞比米勒召了亞伯拉罕來，對他說：你怎麼向我這樣行呢？我在什麼事上得罪你呢？你竟使我和我國裏的人陷在大罪裏，你向我行不當行的事啦。亞比米勒又對亞伯拉罕說：你見了什麼才做這事呢？亞伯拉罕說：我以為這地方的人總不懼怕神，以為我妻子的緣故殺我，況且她實在是我的妹子，她與我是同父異母的，後來作了我的妻子。當神叫我離開父家，漂流在外的時候，我對她說：我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可以對人說：他是我的哥哥，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亞比米勒把牛羊皮布賜給亞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歸還他。亞比米勒又說：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隨意居住。又對撒拉說：我給你哥哥1000銀子，作為你在合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眾人面前沒有不是了。哇！成大段經文就講咗嗰個嘅 interaction 啦嚇。亞比米勒咧就首先係鬧亞伯拉罕不義。一個咧係亞伯拉罕咧係咩？要教導子孫行公義嘅一個人，自己行不義喎，其實係好羞家㗎，係嘛？我哋咪見到咧係人真係有軟弱㗎，屬靈偉人都有軟弱㗎，係咪 ？OK， 咁亞伯拉罕咧就自辯啦，就話：哎呀，我咁樣做咧有原因嘅，係咪啊？我以為咧你哋咧即係嗰啲人咧係唔驚上帝嘅，即係就亂咁嚟嘅，因為咧係我妻子嘅緣故咧就殺咗我嘅，所以咧我就唯有咧係出此下策啫。嗱，又係推卸責任啦。咁我見到咧亞伯拉罕都有軟弱嘅，佢係咩？佢係將責任咧推卸俾咩啊？基拉耳人。佢仲有話咧係我另一方面咧我係冇講大話㗎。亞伯拉罕話我同咧係妻子係早有協議啊。即係呢個係妻子待我嘅恩典嚟㗎，係咪啊？係啊！我哋一早已經係講掂數㗎啦。逢親咧喺外地嘅時候咧，就大家以兄妹相稱㗎啦。因為咧我太太真係太靚啦，係咪啊？咁好多人咧就因為佢嘅緣故要搶佢㗎嘛，搶佢嘅時候咧咪殺咗我咯，係咪啊？所以咧係我太太真係好好㗎，對我咧係好有恩典㗎。佢肯咧喺出邊嘅時候咧認我做哥哥，我認佢做妹妹，一早講定㗎啦，唔係講大話，唔係講大話咁啊！即係嗱，亞伯拉罕咁樣講咧，簡直係咩？又將責任係推俾咩？又推俾撒拉身上邊喎。佢真係好中意推卸責任㗎，係咪啊？佢話嗱，連撒拉都贊成咁樣做㗎嘛。我哋早有協議㗎嘛。係唔關我事，唔關我事嚇。咁啊嗱，呢個人犯罪好中意推卸責任㗎嚇。咁所以我哋要小心啊。最離譜係咩啊？佢咧係將責任推卸俾上帝喎。你話咧係當日咧係上帝叫我離開父家出唔易㗎嘛，佢又叫我咧，上帝叫我咧係四處漂流，四處流浪喎。係因為上帝叫㗎，佢叫我離開父家漂流在外。咁我如果唔係漂流在外嘅話，我就唔使講大話啦，唔使因為咧係妻子靚咧係出問題啦。咁嗱，連上帝都賴埋，話真係咧係軟弱，真係離譜係咪啊？人真係有軟弱㗎，我哋所以小心啊！我哋要堅心仰賴耶和華即係不可以仰賴自己嘅聰明，就係聖經教得好好嚇。OK 嗱，咁跟住咧係亞比米勒咧就立刻咧採取咧係一連串嘅行動嚇。
就首先係將咧係撒拉咧就係歸還翻俾亞伯拉罕啦，跟住係送埋大禮添，作為咧係道歉，作為補償嚇。咁咧咁樣做咧就叫咧亞伯拉罕咧係更加富有，係咪？因為呢個大禮咧係包括乜嘢？包括咧大批嘅牛羊啦，大批嘅婢僕啦，咁啊更加咧係亞伯拉罕因為呢件事情咧又增加咗個財富啦。仲有咧係亞比米勒將咩居留權係俾咗呢個嘅呢個嘅亞伯拉罕喎，即係好似咧我哋而家話喂申請移民澳洲好難喎，而家咩？而家有人咧就話我將澳洲居留權俾咗你，哇！而家咧係亞比米勒將咩？將嗰笪地方嘅居留權咧係俾咗呢個嘅亞伯拉罕喎，幾咁嘅寶貴啊，係咪啊？嗰度係咩？嗰度係迦南地嚟㗎嘛。初頭咧亞伯拉罕就話咧，哇死啦！嗰度嗰啲嘅咁多人住緊喺度嘅時候咧，我有咩資格係趕走佢哋咧？係佔有呢個嘅迦南地啊？而家唔係，而家咧係首先咧係有咗居留權啦，係咪啊？咁即係話上帝嘅應許咧，又行近咗一步㗎啦喎，係咪？OK 嗱，咁所以我哋話咧係亞比米勒啦，呢個嘅應許係好重要㗎，因為表明咩？表明上帝咧係將迦南地咧係賜俾咧係亞比米勒同埋亞伯拉罕，同埋咧係亞比米勒罕同埋咧佢嘅後代咧係為業嘅應許咧，又向前邁進一大步啦。咁就你記唔記得亞比米勒點講？係話咧，喂可以咧係隨意居住啊呢度嚇。即係亞伯拉罕咧就接受咗呢個居留權啦，咁喺嗰笪地方咧係住咗一段嘅時間嚇，咁啊仲係唔短嘅時間添。OK 嗱送1000銀子俾亞伯拉罕咧，作為咧係撒拉嘅遮羞費咧、遮醜費咧，咁就夠唔夠咧？夠有餘啊？點解啊？因為咧係1000銀子咧，喺當時咧係個好大筆嘅數目嚟㗎。嗱，《申命記》指出咧係50銀子係最大嘅禮金啦，係已經係喺當時嚟講嗱，當時咧係巴比倫人嘅工人咧係每月嘅薪金係咩？0.5銀子咋喎，一年先至賺咧係6銀子喎。1000銀子咧就大約咧係166年嘅工資。犀唔犀利啊？超犀利係咪啊？嗱，喺烏加列文學當中咧，係呢個係咩啊？人同神明之間咧嗰個咩女子聘禮嘅數目啊，即係嗰啲嘅女子係要嫁俾神嘅時候咧，嗰啲嘅假神啦，當然咁就係咁大嘅數目啫嘛。而家咧係竟然間咧係亞比米勒係出1000銀子喎，哇！真係咧係驚天動地係咪啊 ？OK， 我哋話亞比米勒你點解咧係出手咁大嘅？因為佢咧係真係驚嘅，喺夢中見到上帝啊，係咪啊？佢所以咧要保護咧撒拉咧係絲毫無損，包括咧嗰個嘅面子都係要冇問題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上帝懲罰嘅時候，咁咪弊家伙嚇。咁同埋咧佢要安撫咧係叫咧係即係叫佢全家咧係不育嗰個嘅神子啊嘛，耶和華啊嘛。而家耶和華懲罰佢喎，叫佢哋咧係冇仔生喎。咁搞唔掂嘅時候就弊㗎咯喎，係咪啊？咁所以咧係1000銀子都願意出啦咁樣咁我哋話1000銀子做咧係即係籌費有咩意義咧？嗱，喺嗰個時候咧，嗰啲嘅婦女們咧係好多時候都用嗰啲嘅帕子咧係遮面嘅。而家中東都有㗎，呢個帕子咧嗰啲婦女咧就遮面嘅啦。佢哋喺見到男人嘅時候咧，就自然咧係喺個袋嗰度咧拎個帕子出嚟咧，就遮住個面㗎。記唔記得利百加咧係舉目見到咧係未來嘅夫君以撒嘅時候，佢就即刻咧係落咗駱駝啦，就拎個帕子咧蒙上臉啦。咁呢個係當時嗰個嘅文化嚟㗎嘛。嗱，好可惜咧，當時嘅撒拉咧就冇咧係用帕子嚟到遮臉以致咧係俾咧係亞比米勒王嘅屋企人見到嘅時候咧，就將佢娶咗翻去嗰個嘅皇宮啊嘛，係嘛？後來咧係王咧係知錯啦，亞比米勒王知錯啦，悔改啦，咁咧就知道咧係撒拉咧原來係亞伯拉罕嘅妻子啦，咁所以咧就俾1000銀子，叫撒拉就你去買嗰啲嘅面帕啦，嚟到係遮面啦，愛嚟咧係遮醜啦，咁將以前嗰啲嘅羞恥咧就除去啦咁樣，咁即係賠償嚟嘅啫，咁嗱仲有咧係亞伯拉罕咧係既然間咧認咧係撒拉咧係做妹子，
而家咧亞比米勒王咧就話咧，嗱，我就將咧係撒拉咧係歸還翻俾你呢個做哥哥噶啦。咁其實咧都係有少少咧係即係潤一潤咧係亞伯拉罕嘅係嘛？嗱呢個你話係個妹啊嘛，我而家就俾翻個妹你啦。咁即係話咧係亞伯拉罕你係講緊大話啦，係咪啊 ？OK， 咁啊但係我都送你1000兩1000個銀紙嚇。即係呢個係包括咗咧係面紗在內嘅遮羞費嚇。咁你哋咧就重新咧恢復翻咧做夫妻嘅關係啦嚇。你千祈唔好搞到我同埋好多屋企人嚇，叫我哋咧係冇仔生咁樣係嘛 ？OK， 咁所以咧聖經話咧，如此就作為你在各家人面前嘅遮眼費，即係將銀紙揞住個眼係嘛？就睇唔到佢嗰種嘅羞恥啦係嘛 ？OK， 咁所以我哋話今日咧喺近東回教國家嘅青年婦女咧，仍然係用緊呢個嘅用帕子遮面嘅呢個嘅文化㗎嚇。即係呢度講唔係遮面，係遮住隻眼啊！咁遮住隻眼冇眼睇啊？唔係，佢哋個遮眼咧就係嗰個嘅帕子咧係點啊？係吉兩個窿就可以咧係見到東西嘅。如果唔係咧行路咧就真係仆死啦，係嘛 ？OK 嗱，咁亞比米勒做咁多嘢咧，其實有一個期望，有一個盼望咩咧？就係話佢嘅送大禮可以平息咧亞伯拉罕啦，同埋咧係亞伯拉罕嘅家人啦，係親友們嘅怨恨。好讓佢哋咧係唔再咧係紀念佢亞比米勒曾經咧係對撒拉有霸佔嘅企圖嘅罪行啦。咁仲有咧係根本就冇發生過什麼嗰啲嘅壞事嚟啊嘛，仲未咧係有問題嘅時候咧，上帝已經出咗手啦嘛。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大家唔好再怨恨我哋啦。亞比米勒嘅意思就係咁嚇。OK 嗱，咁另一個嘅中文譯本咧叫理化中文譯本咧，就將嗰個翻譯係點樣翻譯咧？就話我把1000塊銀子給你哥哥，用來證明你是清白的，要大家知道你沒有做對不起人嘅事。呢個就同呢個撒拉講嘅，即係話咧係你放心啦，係我已經係做咗好多嘢㗎啦，已經咧係所有人都知㗎啦，包括你嘅屋企人你嘅老公咧係都知道咧，你係冇做一啲嘢咧係對唔住咧係丈夫對唔住佢屋企家族嘅事情㗎啦嚇。OK 即係話咧係撒拉你喺整件嘅事情上邊，你係由頭到尾都係貞潔嘅嚇。咁所以咧係證明咗㗎啦嚇，冇問題㗎啦。OK 咁亞比米勒咧係稱咧係仍然稱咧係亞伯拉罕即係做咧係撒拉嘅哥哥咧，其實係有意咧係咩啊？諷刺下佢嘅啫嚇，係嘛？即係話你都係大話精嚟㗎啦，咁樣嚇。OK 累己累人啊嚇，累全村啊，就係咁嘅意思嚇。咁所以咧係做錯事咧，其實係失去見證嘅嚇。OK 我哋話咧，其實咧係亞比米勒咧，真係唔需要咁慷慨啊，係咪？送咁大禮係嘛 ？OK， 因為上帝根本就冇吩咐佢咁樣做，係咪？佢係咩啊？佢係以善報惡反映咧佢係敬畏上帝喎。即係話外邦人亞比米勒嘅所作所為，竟然間係比咩啊？比亞伯拉罕更加誠實。更加正直，咁亞伯拉罕你應該感覺到羞愧啦，係咪啊 ？OK 所以其實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即係我哋信耶穌嘅，千祈唔好真係喺外邦人嗰個嘅面前咧，係做一啲不義嘅事情，唔好做一啲咧係讓上帝嘅名受到呢個嘅羞辱嘅事情。其實咧係亞伯拉罕啦。佢咁樣做咧，真係羞辱上帝嘅名㗎嚇，咁所以我哋真係要小心嚇。OK， 好，咁我個嘅結束嘅時候咧，17、18節咧點講咧？就亞伯拉罕禱告上帝，上帝就醫好咗亞比米勒同佢嘅妻子並他的眾女僕，他們便能生育。因耶和華為亞伯拉罕的妻子嘅撒拉嘅緣故，就已經使亞比米勒家中的婦人不能生育。就因為咧係亞伯拉罕你講大話做錯事，累到人哋咧係即係全家婦女冇得生育喎，你真係咧係死唔死係嘛？咁所以咧就上帝就吩咐咧係亞比米勒就叫咧係亞伯拉罕為佢祈禱啦。咁亞伯拉罕就為到亞比米勒祈禱，嗰個嘅代禱嘅結果係乜嘢咧？就係咩啊？佢哋全家咧又可以咧係有嗰啲女士可以生育啦。咁叫我哋記起咧就係上帝同咧係亞伯拉罕所立嘅約12章嘛，就係咧係當咧係亞伯拉罕咧
係因為佢係可以叫人得福㗎，咁所以而家咧係亞伯拉罕咧就用咗佢嗰個特權，佢就去為人代禱，就叫人咧係得福。咁其實亦都係應驗咗啦，上帝對佢嘅應許。你祝福邊個嘅？因為祈禱就係祝福嚟㗎嘛。你祝福邊個嘅，就嗰個人咧就會得到祝福。而家咧係亞伯拉罕就透過咧係祈禱就祝福亞比米勒，咁亞比米勒咧就成家咧係得到呢個嘅祝福啊。同埋咧另一樣嘢就話，當亞伯拉罕去祈禱嘅時候咧，佢其實咧係一面對上帝啊嘛。你去到上帝嘅面前先可以祈禱㗎嘛。一去到上帝面前咧，佢就要點啊？佢就要咧係去面對自己所做嗰啲嘅醜事，係咪啊？即係佢講大話啦，佢害怕啦，佢講真相就淨係講一半啦 ，half truth 啦，佢咧係累己累人啦，差啲累埋自己嘅太太啦，累埋亞比米勒啦。嗱，佢要係去面對自己嗰啲嘅醜惡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反省咯。所以咧係佢又可以悔改咯，佢又可以回轉咯，佢又可以生命成長咯。所以咧，當一個人咧係向上帝去祈禱嘅時候咧，佢係避唔到嘅，一定係要咩？一定係要咧係去面對自己嘅，尤其是係自己嗰種嘅陰暗面啦，係自己嗰種嘅醜陋啦，嗰種嘅邪惡啦，咁冇得走嘅係嘛？所以咧係多祈禱，你嘅生命咧就會成長噶啦。OK 嗱，咁亞伯拉罕代求之後咧，神就將咧係降喺亞比米勒身上嘅咒詛啦，係佢哋嘅屋企嘅婦女唔能夠生育咧，呢樣嘢咧呢個咒詛就除去啦，佢哋就即刻咧有得生育啦嚇。OK 嗱，仲有一個嘅，其中我哋又見到一個嘅好大嘅諷刺，咩諷刺咧？就係咧我哋話咧係叫撒拉唔能夠生育嘅係耶和華喎。既然間亞伯拉罕可以咧係藉着祈禱叫亞比米勒嘅妻子女僕生育，但係點解亞伯拉罕唔可以透過祈禱叫撒拉生育啫？咁係咪一個好大嘅諷刺啊？咁其實我哋見到咧，主權喺上帝嗰度啊嘛，你祈禱都係話俾上帝聽你嘅期望啫，但係時間喺上帝嗰度啊嘛。上帝話撒拉要等到90歲先生仔，咁咪要等到90歲咯。你亞伯拉罕有祈禱，但係你祈禱咧，你都要咧係按照上帝嘅時間啊嘛，你唔可以監上帝咧係早啲噶嘛，你唔可以咧係上帝定咗90歲生以撒，你就咧係要咧係70歲生，要80歲生，唔可能噶嘛。嗱，所以呢樣嘢係提醒我哋㗎嚇，我哋祈禱可以祈禱，但係我哋唔可以監上帝咧係按照我哋嘅期望嚟，但係去完成我哋嘅期望㗎嚇。我哋係反而咩啊？我哋要明白上帝嘅心意，我哋要點啊？順服。我哋話上帝，你話事啦，你想點就點啦，就係咁嘅意思啦嚇。嗱，咁其實下一章咧就話俾我哋聽咧，撒拉生育完全係咩啊？完全係上帝嘅恩典。唔係咧，係人嘅努力，唔係好似靈恩派咁嚇。我而家有呢個嘅祈禱嗰種嘅能力啊，我中意點樣做就點樣做噶啦。上帝聽晒我講噶，死人都可以復活啦，荒謬係咪啊？祈禱即係咩啊？我哋去明白上帝嘅心意，唔係話你控制住上帝啊，唔係阿拉丁神燈啊，你明啊？下一章就話啦。撒拉生育完全係上帝嘅恩典，唔係因為咧係亞伯拉罕有咩本事祈禱就叫咧係撒拉生育，唔係，完全係上帝嘅恩典。上帝可以咧係叫亞比米勒屋企嘅婦女生育，暗示佢同樣可以叫撒拉生育，完全都係上帝嘅作為啊！唔關亞伯拉罕事啊！即係我哋要搞清楚下，就係咁嘅意思。嗱，所以我哋見到咧係20章嘅主要信息係乜嘢咧？屬靈嘅偉人亦都會軟弱跌倒，就係亞伯拉罕啦。屬靈成熟嘅人咧，仍然可能咧係重複犯錯嘅，就係呢個嘅亞伯拉罕啦。講完大話又係講大話，講係同一個大話添，真係荒謬係咪 ？OK 人最大嘅敵人係咩？係恐懼。就亞伯拉罕就因為恐懼，所以咧係幾次講大話。所以咧係信心偉人都有軟弱嗰一面。咁提醒我哋乜嘢咧？係即係屬靈生命咧，即係一個成熟嘅人咧，唔係話咧係永遠都唔跌倒，而係咧跌倒之後仍然係去學習依靠上帝。當我哋係時時仰望上帝、依靠上帝嘅時候，我哋就會少啲跌倒咯。同埋咧係神親自保守佢嘅應許，上帝係唔容許佢嘅救恩咧計劃受到呢個嘅破壞。上帝嘅計劃唔會因為人嘅失敗而中斷嘅，上帝係會保護佢嘅應許。上帝係咩？甚至可以咧係用外邦君王嚟到係成就佢嘅旨意。咁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我就好想大家咧係先咧係去反省一樣嘢。
反省乜嘢咧？就係頭先咪講過嘅，屬靈偉人都會跌倒，我哋都會跌倒㗎。個問題就話你係唔係專心倚靠上帝咧？嗱，好想大家先諗呢樣嘢，就話我係一個咧係倚靠上帝嘅人啦，抑或咧我唔識得倚靠上帝咧？好嘛，嗱，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停喺度，下次咧係繼續嚇。